大家好，歡迎翻到嚟 JM9LG 嘅 GPJM9 2025，又係我肥王啦。今站咧就嚟到澳洲站，冇錯就係 Jack Miller 嘅主場啊。不過個世界冠軍冇用㗎啦，其實佢都未攞過世界冠軍嘅。咁啊，雖然係佢主場，但係佢正賽竟然炒車喎。咁 Bezzecchi 咧就因為喺上場咧撞炒咗93，所以今場咧喺正賽要罰2個 long lap penalty。至於上年嘅世界冠軍科希馬田繼續養傷啦，咁啊確定咧缺席呢個馬來西亞嘅雪邦啦。至於 Brad Binder 同埋 Bednar 咧分別喺 Q1 同 Q2 擋到人，咁咧喺正賽入邊咧佢兩個都要退後3名嚟起步嘅。咁至於隔離咧 SBK 都有重磅消息喎，記唔記得土耳其哥下年就會加入 MotoGP 嘅 Pramac 車隊呢？今個星期土耳其哥就提前喺 SBK 度封王啦，不過咧都有個小插曲嘅，就係佢竟然俾杜加迪一嘢就篩咗出街，好多報道都話咧覺得係特登嘅，哇嬲到佢咧翻到入 pit 咧掟頭盔啊！咁先講翻呢個星期六嘅衝刺賽先啦。排位賽嘅時候咧，Wallow又發功啦，所以喺衝刺賽咧佢就係以鋪位起步嘅。咁第二就係 Bezzecchi 啦，第三就係主場 Miller，第四係 Alfred，第五係 Acosta，第六係細佬，第七係 Eldiger，第八係代班嘅細伊，第九係 Luca Marini，第十係 Digia。咁一起步咧，揸Yamaha嘅 Wallow毫無懸念跌出頭3之外啦，大家都估到啦。咁啊，暫時咧，竟然係 Alfred 第一 Bezzecchi 第二，細佬嘅第三喎。咁去到第二圈啫 ，Brad Binder 已經自炒啦。咁阿 Costa 同埋 Jack Miller 咧都有啲碰撞啊，好彩冇炒車啫。加埋細佬3個喺度爭第三嘅畫面都幾激烈嘅。咁啊，3個喺度爭第三啊，當然係漁人得利啦，放咗頭2個走就係 Alfred 同埋 Bezzecchi 啦，拋開咗第二車群超過2秒噶啦已經。咁去到第6圈咧 Bezzecchi 一個波歐爭啲就懟咗落對頭嘅黑色7人車度，唔係爭啲懟咗落 Alfred 度先真啊！咁啊，原來喺波歐之前咧 Bezzecchi 咧食咗個 Berg Strike， 真係成車都係雀啊！報道就話佢帶咗呢個澳洲嘅特產啊！咁啊嚟到第9圈 Bezzecchi 咧就追翻去 Alfred 身後嘅射程範圍，去到第10圈咧終於爬到去頭啦。咁啊，至於後面爭第3嘅比賽咧，阿 Costa 暫時係排第3。Jack Miller 排第4，細佬排第5嘅。Digia 咧亦都過咗 Wallow嚟到第6，喺細佬嘅身後咧係咁吉住噶啦。咁啊去到第11圈啦，排喺第12嘅 Eldiger 咧就自炒 low side 啊。咁啊暫時 Bezzecchi 咧已經拉開咗 Alfred 2秒嘅距離啊，睇嚟都鎖定咗冠軍啦。咁啊因為衝刺賽唔攞咧，其實正賽講真 Bezzecchi 都好難攞噶，話晒都孭住2個長圈嘅 long lap。而 Alfred 咧排第2都領先後面嘅 Acosta 超過2秒半嘅。咁 Digia 咧亦都吉下吉過咗細佬嚟到第5啦。咁啊大家唔知有冇發現呢？好似93炒咗之後咧，細佬就開始回堂啊嘛。有93嘅時候咧，細佬咧永遠都係1、2嘅。咁啊衝刺賽賽果嘅出爐啦，第1係 Bezzecchi，第2係 Alfred，第3係 Acosta，第4係 Jack Miller，第5係 Digia，第6係細佬，第7係 Wallow，第8係 Luca Marini，第9係細伊代班㗎，第10係 Bastianini。咁就講多少少啦 Bednar 咧就喺 Chantra 後面衝線啊，咁啊衝刺賽排第19嘅，真係陰公。到星期日嘅正賽就精彩啦，第4起步嘅 Alfred 攞冠軍。係佢第1個 MotoGP 冠軍，亦都係 Trackhouse Racing 嘅第1個 MotoGP 冠軍啊！係咁噶啦，唔賣關子噶嘛，今季。咁啊，一起步第1隻彎咧 ，Alfred 已經搶到上嚟第2啦。相反，鋪起步嘅 Wallow 咧就跌咗落第5啊。咁暫時 Bezzecchi 排第1啦 ，Alfred 係第2， Acosta 就第3 ，Wallow 第4 ，Jack Miller 第5，細佬排第6嘅。去到第3圈，阿 Costa 咧就上到嚟第2，不過好快咧又俾 Alfred 爬翻頭，咁啊不斷要換位啊。咁去到第5圈 Sarko 啊 low side 自炒啦 ，Bezzecchi 亦都喺同一圈入去跑 long lap， 出翻嚟嘅時候咧暫時跌咗落第3啊。咁喺同一圈咧主場嘅 Jack Miller 又炒咗車啊陰公。咁啊暫時咧 Alfred 係第1，阿 Costa 排第2 ，Bezzecchi 係第3啊 ，Wallow 第4，細佬第5 ，Digia 就排第6嘅。咁去到第6圈啦 ，Bezzecchi 就跑佢第2個 long lap penalty， 咁啊出翻嚟嘅時候咧就跌到落第6啊。咁去到第8圈 ，Digia 終於過咗 Wallow 啊，上到第4啊。咁去到第11圈就到 Jamir 自炒啦，
之後嘅中段都冇乜特別啊，如果大家有興趣自己睇翻啦。一飛我哋就嚟到第20圈啦。咁啊頭位嘅 Alpha 拉開咗3秒距離㗎啦已經。咁啊細佬啊排第2， Acosta 排第3， DJR 排第4啊 ，Bezzecchi 啊排第5啦。咁啊睇到呢一度嘅 MotoGP 正賽 highlight 咧，就見到雷神 in the house。去到第23圈 Bezzecchi 咧就過咗 Acosta 頭上到嚟第4啊 ，DJR 咧亦都爬咗細佬頭上到嚟第2咯喎。去到第24圈，世界冠軍 Banner 又炒車啦。個世界冠軍冇用㗎啦。我想講咧，唔知喺邊個 Facebook 嗰度見到咧，原來啊雷神啊都係 Ducati 狗嚟啊，走入去人哋嘅車廠度，仲攞住一個咁細個嘅虎，唔係嗰個錘仔，勁好笑。咁去到第25圈呢，跑完2個 long lap penalty 嘅 Bezzecchi 終於上到嚟第3啦，同前面嘅 DJR 爭1秒，唔知追唔追到呢？不過2個 long lap penalty 之後都上得翻凳仔位，其實都好犀利㗎啦。果然係狀態大勇啊！咁啊，最後嘅賽果啦 ，Alpha 第1 ，DJR 第2，Bezzecchi 第3啊，細佬第4啊，Costa 第5 ，Luca Marini 第6，連仔第7 ，Binder 第8 ，Nini 第9，細姨啊第10嘅。咁喺車手積分榜方面呢，93繼續排第1啦，因為佢已經鎖定咗佢嘅世界冠軍啦。咁啊，第2呢就係細佬以166分之差，379分啊排第2。至於今場上台2劑嘅 Bezzecchi 都過咗 Banner 頭，以282分將 Banner 踢咗出去啊！咁啊 Bezzecchi 暫時係排第3啦。咁 Banner 咧就輸緊8分嘅，以274分係排第4啊！咁今場咁大個主角光環，當然係先講下 Alpha 先啦。2021年賽咗1年 Moto2 攞第2， 2022年加入 MotoGP 喺 KTM。咁啊，當年最好嘅成績就係攞咗2場第12啦。咁啊，2022年轉頭皮啊，2024年都只係得2場攞個10名之內啫。今年叫做有啲起色啦，終於喺今場攞到第1，仲幫 Trackhouse Racing 攞咗第1個 MotoGP 嘅冠軍。唔知各位師兄有冇睇摩托筆記呢？我都要去參與填翻一張老吳道歉表啊，確保以後好好關注 Alpha 啦。Alpha 咧今場係第4起步，其實排位賽都唔差噶啦。咁啊話説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其實衝刺賽都上咗頒獎台，咁都係佢第一次上頒獎台。喺衝刺賽嘅時候攞第2已經係佢喺 MotoGP 入邊以嚟最好嘅成績啦！哇，正賽攞埋第1，可以話係錦上添花。Alpha 咧就差唔多由頭帶到落尾嘅，喺 Phillip Island 呢一個胎耗咁大影響嘅場咧，佢睇嚟係 manage 得幾好啊！咁啊，好多人咧都話佢嘅表現啊成熟咗好多啊。至於本身今季被睇得好好嘅佢嘅隊友奧古拉咧。咁啊，好似近嚟冇得睇頭啊！咁啊，不過佢都傷咗嘅，冇得咁講。希望佢嚟緊嗰幾場或者下年咧都有啲表現俾大家睇到啦。至於肥王嘅愛將，今日係 pole position 起步嘅 Wallo 咧，比完賽之後嘅訪問只係話佢想翻屋企啫，真係隔住個 mon 都聞到嗰陣辛酸味啊！喺呢個 Q2 嘅時候，最後階段鎖定佢 pole position，點知衝刺賽一路跌落去，正賽又係一路跌落去。外媒嘅報道就係形容啊，衝刺賽同正賽啊，Wallo都只係贏咗開波嗰條直路咋，都未入 T1 就已經俾人爬頭。特別係正賽喺第10圈之後咧，佢幾乎每圈都跌1名啊，甚至連佢嘅隊友連仔都爬埋佢頭，佢先開始穩定啊。咁佢就話今場比賽啊，成個 weekend 都好奇怪。入彎前收唔到車，出彎又 keep 唔到彎速喎。咁最尾正賽咧，佢以第11名衝線啊，慢冠軍17秒，亦都慢過連仔，即係佢嘅隊友6秒咁多啊。成季都冇試過咁慘啊！佢話一連串嘅亞洲場啊，令到佢已經好攰啦，亦都跑唔到咩成績出嚟嘅，淨係想翻屋企唞下啫。咁有啲台仔留言就話翻屋企啱啦，諗下下年或者後年係咪真係仲喺度賺錢啦？嗰12000萬嘅年薪啊，只係嗰個精神損失賠償嚟嘅啫，陰公。至於前世界冠軍 Bagnaia，我都唔識講。理論上咧冇咗93，佢應該冇咁大壓力㗎啦。點知今場佢竟然搞成咁，先喺星期6衝刺賽，佢慢頭車差唔多半分鐘先衝到線。星期日正賽仲要 DNF 添。
嗱，睇翻佢炒嗰一刻啊，肥王覺得咧，其實佢架車根本上就未到極限啊！我諗佢嘅 lean angle 頂都盡得40-50度，根本上同炒咧就好大距離。究竟嗰條胎嘅抓地力係出咗咩事呢？咁賽後佢都表示架車好鬼震，亦都揾唔到原因啊！今年杜卡迪車隊為咗解決佢架車嘅呢個問題，已經揾到好多次原因，亦都搞唔掂啊！佢表示只係 feel 到架車好震，但係根本上就控制唔到，好多時出彎嘅時候直情要縮一縮油啊！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早幾場嘅日本站 Motegi 呢 Bagnaia 咧係以37分全取嘅姿態 comeback 嘅，當場呢就係93鎖定世界冠軍嗰一場啊！咁所以佢好似冇乜報導咁，但係其實唔係㗎，佢係衝刺賽同正賽全取㗎，令到大家都以為佢真係翻嚟啦，點知曇花一現，到底係咩事呢？真係冇人知啦。而心水清嘅你應該都見到啦，放完暑假翻嚟之後呢，杜卡迪已經再唔係嗰架火星車啦。Aprilia 都幾犀利啊！雖然冇咗主將科希馬田養傷啊，但係 Bezzecchi 一路都跑到唔錯嘅成績，呢幾場都有上頒獎台。另外其實 Honda 唔差㗎，Luca Marini 近幾場都叫做交到功課。至於同樣係揸杜卡迪嘅 VR46車隊就梗係唔使講啦，睇 Digia 表現就知啦。Yamaha 咧就留翻啖氣亂途説，下站係下星期日。點解今季咁多雙連星期嘅？俾阿寶唞下得唔得？正賽係10月26號星期日晏晝3點鐘馬拉雅，唔好錯過啦。係啦，6號小編呢之前講咩尾站華倫西亞想搞翻個直播，等大家入嚟聽 JM9LG 講車喎，咁真係有人會想睇咩？今站嘅 GPJM9就嚟到呢度，中意我哋片嘅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撳埋個鐘仔，咁呢我哋有新片出就會自動通知你啦。下個星期又見啦，拜。